你想买块中正大学附近建地盖栋豪宅吗？今天要介绍的是11.5米大面宽的建地。本地位于民雄的叶子寮，距离中正大学或南华大学都只约3分车程，往民雄车站或是大林的大部美园区也非常的近。如想采买物资，也可到中正商圈购买，生活相当便利。本地为一种建地，坪数共65.64平，面宽约11.5米宽，深度约18米，连路约7米，土地方正，盖栋豪宅或2间别墅也很赞。这块周遭环境非常清幽，自地自建也很好规划。想要北上南下，南二高就在附近。如您对这块地有兴趣，欢迎来电相约看地。